区里头，我们有一个福气号是跳岛的一个小旅，可是没有直接到澎湖，你就必须仰仗，有时候到布袋去，有时候到高雄去搭邮轮才能直接到澎湖。未来这边弄完之后呢，那这个地方就会直接到澎湖去。我们这次的浮动码头的部分，包括游艇、渔船都可以直接来这边，就有效能的去做处理。过去的浮动码头状况比较不好，那大概只容纳40台，那这边可以容纳60台，又比较新颖。配合整个将军渔港的部分，我们这边也做一些规划。我们会希望把土地变更完之后，包括旅宿业可以进来，包括一些那个观光旅游业可以进来，那可以活络这个地方。所以从土地解编到渔港的整治，都是希望说将军港未来能够，不要只是封闭性的一个小渔村的渔港，变成一个大开大合观光性的渔港这样。因为去年的这个风灾导致我们原来这里有2座浮动码头就都被摧毁了，所以我们有去跟中央去争取经费，来做了3座这个码头。第一个是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一些渔业的活动能够持续进行。那第二个是因为这个码头变成是它是浮动式的，所以它可以不受潮汐的影响，让我们渔民要上下这一些货物能够比较顺利。第三个是其实它整个的稳定性及它的抗浪性做比之前的码头更好，提供更安全，整个比较美观，这样子对于我们港区的环境改善也是有注意的。从将军港到澎湖的锁港是最近的海运距离，所以要到澎湖本岛或是澎湖的南方四岛，从将军港出发是一个最短航线的一个港口。一个交通船的开通，可以带来一些游客驻足在当地来做消费。以后规划就是夏季每天最少1个班次，冬季视海象状况行驶。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剪彩。大家知道这个浮动码头其实在有潮差的地方，浮动码头最好用。那我们将军渔港离澎湖啦，或离一些外岛，其实都非常方便。所以呢，我们很期待这个浮动码头将来能够再重新打造将军成为一个旅游观光的景点，就像安平一样。非常感谢水利署这个水资源署南区分署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补助了8400万。能够让这个浮动码头工程呢得以顺利。我们每年在将军港渔港这边有将军吼，但是除了将军吼之外，我们有更多地方观光活动即将展开，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将军。而且连城周边，包括北门的真亚咖，还有包括将军的生命树，还有包括七股的西湖，这一连串都有非常多的景点值得你来。所以你只要来将军，那很多地方都是一连串的玩的休闲娱乐都非常方便，欢迎大家一起来将军渔港哦。大家好，我是杨楚怀，欢迎收看7月10日礼拜4的中加台南地方新闻。为着实践国家多核心发展以及均衡台湾的政策，头摆办理2026均衡台湾周，正式伫咧大台南会展中心登场。为落实台湾均衡发展政策，实践国家多元核心发展。16号上午，伫大台南会展中心首度登场的2026均衡台湾周，展览内容涵盖人才影响、绿能循环经济、甲地方创新3大主轴，将会为民众带来全方位的展示内容。均衡台湾周的这个展览，事实上结合了很多包括产官学、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包括经济部、环境部跟农业部，那地方政府台南、嘉义等等。这些我们都齐聚了一个非常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让台湾在环境上能够更均衡。其实，在产业发展上，我们已经兼顾了地理上的均衡，也就是南北的产业均衡，包括高科技的发展，竹科、中科、南科的发展，尤其南科的产业非常高歌猛进的一直在发展。但是呢，对于环境友善的部分，
南部做的也非常非常好。那每年的晴空天数已经大幅增加，那空品以及水质的改善也都大幅跃进。所以呢，我们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借着这个均衡台湾周，能够借重其他县市、借重中央部会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南部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展中上大亮点之一是国科会展出13公尺火炬1:2的实体模型，以及多项关键零组件，透过实体展示甲互动体验，带领民众近距离认识太空科技伫咧通讯、导航以及产业应用上的发展成果，吸引不少民众翕相赞声。我们支持的不只是让南方的经济更加的蓬勃，让南方的城乡发展找到特色，协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更重要的是，在均衡台湾的愿景下，共同建构一个更有韧性、更智慧、更永续的台湾。均衡台湾周不仅提供中央甲地方交流的平台，更串联3、官、学、研以及地方产业新创团队，促进跨域合作甲资源整合，也象征均衡台湾愿景。为南方出发，向全国延伸。展览为即马开始到18日，伫咧大台南会展中心展出，全程是免费入场。主办单位邀请民众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深入了解台湾均衡发展、地方创新以及科技创新的上升的成果。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积极前进韩国市场，2026韩国首尔国际食品展，市府第3届率领北京优质农食品业者参展，透过产品展示、商务媒合以及市场交流，成功吸引韩国甲亚洲各国买主热烈询问。初步统计，现场接单甲后上商机突破2亿。2026韩国首尔国际食品展，日前伫韩国国际展览中心来举行。市长王伟泰第3度带领北京的优质农食品的业者，组成台南馆来参展。市府整合国际展览、海外通路、品牌推销，甲伫城市外交等多元的策略，创下超过2亿的商机。今天看到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台南一个软实力的提供各位的厂商透过我们台南市的农特产品来行销，用市府来带动，也是一个市政府跟各位做个保证，也跟国外的好朋友介绍我们台南市的特别的这个产品哈。今年总共有8间的业者参展，其中有太极轩实业、福范企业、合金生物。佮伫新鸿明地业等4间业者是首次加入市府海外拓销的团队，创下2年来上侪新进业者参与的纪录。我们这次在韩国呢，其实在展会上接洽了很多当地的餐饮通路。那未来就是洽谈也在进行中，期待我们的产品正式在韩国的餐厅上架，然后推动到韩国的各地饮食。我们推到韩国的冷泡茶。那我们将冷泡茶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冷泡茶要泡8个小时。那我们在一个加工技术之后，我们把冷泡茶浓缩成只要30分钟，所以其实蛮适合在各个的咖啡厅啊，或者是说一些会议现场啊，都是可以冲泡的。农业局表示，今年顶半年台南海外拓销的成果已经超越去年全年的成绩，韩国市场更加创下2年来上好的佳绩。未来市府嘛将持续甲中央、驻外单位、甲啲产业伙伴共同打造更加完善的国际营销的网络，让台南优质的农产品伫个国际市场徛稳脚步，持续开创更较侪外销的商机。台南新闻林永根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下营天赛站在地服务10个档，累计陪伴超过200多位弱势长辈行过高考无依的日子。为了感谢在地善事甲义工长期的无私奉献，下营天赛站特别举办感恩大会，感谢各界长期以来的热心付出。为感谢各界善事对着弱势长辈长期关怀，华山下营天赛站16号伫咧下营活动中心举办建站15周年感恩大会，邀请区长李宗翰、议员陈秋红、
田妈妈料理馆执行长严永哲、小圆圆幼儿园长吴东宪、下营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义峰，各议员服务处代表等侪位贵宾亲临现场，甲长辈做伙欣赏2年来服务成果的相片，回顾10个档来点点滴滴。我们华山在地服务已经满15周年，那服务超过268位长辈。那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到宅关怀访视，我们更是举办多元性质的活动来给长辈参与。那我们今天活动呢，邀请到乡营手做点心坊的陈春兰老师来做创意饭团。那我们运用颜色缤纷的4色米来搭配有机蔬菜，让长辈们在塑形捏塑的过程当中，他们可以活络手部筋骨跟活络感官功能。那我们呢，在地经营15年，其实在乡下经营不易，因为我们在这个整卡收窄比较没有利人士的支持，但是呢，很感恩我们在地的公部门，还有我们政界的议员好朋友，然后还有我的义工伙伴们的一路以来的支持。区长李宗翰也感谢华山基金会长期照顾下营独居长者，也希望有更多善心人士做伙关心生活周遭的长辈。华山基金会也要宣导，中秋亮起来，就是他们要照顾250位的老人给他们一个温馨的一个中秋夜那有礼盒，也有餐会那这样子募集大家的爱心，一起为我们老人贡献一份心力。下营天西站毋茫少有这处的活动，会当号召各界热心民众加入义工行列，共同关心在地苦恼。基金会热心邀请社会大众做伙加入爱老人的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成功大厦历史系工作队用6天的时间，对大量的档案当中，整理出曾经读清大师生所牵涉的政治案件，创作故事地图。透过人物、空间、甲声音等媒介，带观众重新认识台南城市到下园当中的白色恐怖基地。以1950年代台南市区为背景，针对成大师生所牵涉的白色恐怖事件，串联人物、时间与空间，做成一张故事地图。这是成大历史系接受教育部委托办理的成型地图带路找台南的白色记忆特展。学生用十足行动力，把看似艰涩的历史，透过知识与公共性转译，降低公众接触人权议题的门槛。回顾我们工作队这6年来的工作成果，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放在可以了解当时的时代脉络，然后去理解这些人他们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所做的选择还有行动。学生更进一步根据故事地图内容举办人权小旅行，将成果纳入成大全校通识课程，累计至今有将近700名学生参与。本次展览也展出学生参与课程后的反思及回馈，呈现年轻世代接触白色恐怖历史后的理解与提问，以及政治受难者的模拟音档。陈清生前辈，生哥他目前人健在，让这个前辈本人，然后亲自在这个声音化的展览区去讲述他自己的故事。那其实我觉得这是这个展览最特别、蛮有意义的地方。档案的整理，我觉得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那只有更多的有活力、有热情的年轻人参与。然后他们当成一个重新去梳理这个脉络，跟说这个脉络的故事的，说这个故事的主体。我们这个事情才有可能把它找到一个好的社会沟通的方式。每张地图光是收集挖掘资料就耗费半年至1年之久。团队希望透过展览，让转型正义走入城市，让更多人重新认识曾经发生在身边却逐渐被遗忘的历史。记者收海滩的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弄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开伫高雄三民区的素食面店，只要用1块50块，就当吃到招牌麻酱面甲煎的菜色。
中午用餐时间一到，不少客人陆续前来点餐。在三民区开业15年左右的素食面店，没有显目的招牌，只在门前放了一面旗帜，但低调的小店却是在地人都知道的铜板美食。不仅味道古早，分量饱足，价格也格外的实惠亲民。我想说，这样子比较让人家方便呐。不要赚那么多啦，我是心里这样子想，对，所以说没有提高价位。我们饭是素燥饭20，然后便当70，然后面是有干面30，麻酱面35，当归面45，还有烫青菜20。然后素丸子1颗5块。刚起锅的面条盛入碗中，再淋上香浓麻酱与特制的素肉燥，随着筷子来回搅拌，浓郁香气也跟着扑鼻而来。经营多年的素食面店，不只传承了宗破塞父亲的好手艺，也延续母亲早年在中都经营了20年素食摊的好口碑，将一家人的味道与记忆，透过一碗碗面食传承给前来的客人。麻酱面我们自己调的，然后很香很浓，还有加青菜啊，面条又 QQ， 是现煮现做，所以会比较 Q。丸子是爸爸以前年代他教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就给他继续传承下去这样子。我爸爸就是以前是板德的那个厨师，刚好有兴趣，我就把它学起来。从父母亲手中传承下来的好味道，即便经过10多年，依旧飘香在地。小店没有华丽的装潢，也不仰赖大肆宣传，靠着古早滋味与实惠的价格，默默陪伴饕客长大成人。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机器人手术快速普及 ，AI 也豆豆行李开刀房。中嘉病院打造手术技能训练甲研发中心，让医师伫真正面对病人进前，先透过模拟手术、大体老师以及动物实作累积经验，去应全球50个国家医疗人员来台湾受训练，未来将成为亚洲重要的外科教育基地。缝合完以后，我们也可以很方便的改变我们的角度，把针取出。医生仔细介绍并实际上手操作手术机器人。随着 AI 智慧科技快速发展 ，AI 也逐步进入开刀房。为了降低手术风险，缩短外科医师学习曲线，长庚医院近年打造手术技能训练暨研发中心，成立3年来，已经吸引全球50个国家超过4100人次医疗人员来台受训。9号院方特别举行长庚淬炼医育国际成果发表，并宣布启动7月的机器人手术月。长庚纪念医院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7月份的机器人手术月，最大目的呢，就是能够结合全世界最优质的老师、讲师，还有国内优质的老师，能够呢培育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下一代的年轻的医师在这方面尤其机器人手术能够做更精进。那他们学完之后呢，不仅能够回馈到我们国内的病患，而且呢，国外的学员他们能够把相关的医疗技术能够带到他们自己国家，服务他们的自己的一个国民。所以这个就是长庚纪念医院在医疗品质上，在国际教育上面，我们会希望能够达到更好的目的。手术技能训练暨研发中心自2023年成立以来，已经投入超过1665万，因应微创跟智慧医疗发展，中心目前已经建制多套国际主流机器人手术平台，并与相关医疗科技业者合作，推动教育训练，从基础缝合、腹腔镜、达文西机器人模拟操作，到大体老师及动物手术等不同阶段训练，建立完整的外科培育制度。研究已经显示，机器手臂可以减少病人的住院天数，可以减少术后的并发症，可以让病人最快的回到正常的日常生活里面。那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医护过劳的时代，那能够让病人减少在医院的住院时间，让他尽快的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这本来就是我们医护人员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对于病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的投资。那对于新科技的教育，就是我们手术训练中心一向努力发展的地方。所以我们有了最好的设备，一定要有最好的人来用它。长庚医院一向就以培育最好的外科医师闻名，那我们也会持续这个传统继续下去。
肠肝手术技能训练暨研发中心让医生在真正面对病人前，先透过模拟手术、大体老师跟动物实作累积经验。但叶吉孝也强调，每位主治医师都必须完成院内教育、技术评估跟资格认证后，才能独立执行机器人手术，以制度化管理，确保医疗品质跟病人安全。未来中心也将成为亚洲重要的外科教育基地。这赖伟一团报道。新北市政府甲中联航空宣布第5届新北天际影展正式启动，将透过中联航空全球航线机上的5路系统，和新北市12部优秀的纪录片作品飞向世界，内容包括环境、生态、教育、族群、甲生命故事等多元议题。3、2、1，请启动！推动启动的开关，新北市长侯友宜周4携手长荣航空举办记者会，宣布第5届新北天际影展正式开展，将新北市纪录片奖中获奖的优选作品，持续透过长荣航空全球航线机上娱乐系统播映，让旅客们能在3万英尺的高空欣赏来自新北的纪实影像，也让台湾纪录片创作能量能被更多国际观众看见。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纪录片奖创办16年来，始终秉持不限题材、不限地域及尊重创作者的精神，陪伴无数导演从新北走向国际。今年感谢长荣航空再度支持新北天际旅展，一起携手迈向第5周年。透过天空中专属的云端平台，让新北纪实影像随航线飞向全世界，并持续串起不同文化交流，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新北纪录片中的无限魅力。时间过得很快。2011年，我刚好在担任新北市的副市长，也负责新闻局这个业务。我们推出了新北纪录片。那新北纪录片走到现在，刚好整整的16年。我看到非常无数的纪录片的导演从新北出发，然后参加世界的国际影展，得到很多优异的成绩，又回头过来在我们影视界里面拍着很好的这个片子，让大家来分享。所以新北纪录片一路走来，我真的非常谢谢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有好的导演、好的制作人，然后在台湾这块土地发掘非常动人的故事。长荣航空总经理孙家明指出，长荣航空除了提供安全舒适的飞行服务外，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化推广与企业永续。这5年来，新北天际影展已成为许多旅客期待的机上片单，持续累积许多好评，向世界展现台湾的软实力。当然了，这个新北市政府出了很多的力，我想包括我们的媒体朋友，大家都有协助，包括所有的导演们推出这么好的作品。让我们在飞机上，让全世界各地搭乘长荣航空飞机的这个旅客，都能够看到我们这么优秀的一些作品。那今年呢，我们还是会延续这个感动在天际这样的一个精神。我想，不管是在国际视野啊，或者是在地的关怀的各方面，大概都有 cover 到。那当然，我的团队告诉我，今年入选的很多作品，包括不管你是在人文、环境、永续、生命教育、城市的这个故事各方面都有包含。新北市政府新闻局表示，2026新北天际影展共精选12部历年新北市纪录片奖优选作品，并分4个档期陆续上架。另外，为了庆祝新北天际影展迈向第5周年，今年也特别推出网络抽奖活动。即日起，民众只要至感动无所不在 Facebook 粉丝专页参与线上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新北市政府及长荣航空提供的多项精美好礼。邀请大家一起在线上线下感受纪录片带来的深刻感动。记者肖世荣新北场报道。响应 ESG 永续生活，台北市精工商圈推出行销活动，结合数位科技、绿色消费甲文化导览，不止打造智慧商圈体验，也透过扣点数甲行塔活动，带动在地消费力调。
开幕活动贵宾云集，多位市议员、地方代表、商业处及各商圈理事长齐聚站台。台北市晴光商圈举办悠游晴光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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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推出超萌 IP 极点大作战与深度美食导览走读2大特色活动，融合数位科技应用、永续消费理念、特色店家串联及商圈文化导览，提升民众参与感，也让商圈买气持续升温。我们台北这次的晴光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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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一次就准备了40个店家，跟所有的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晴光商圈的美好哦。我们这次刚好很荣幸的有请到很多的贵宾跟朋友来，那重点是我们这次的剪彩可以换5个贴纸，5个贴纸以后可以有很多的小礼品，各个店家都有配合，大家都很踊跃的参与。晴光商圈其实是中山区，不止中山区啦，台北市都很有名的。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到我们晴光商圈来多逛逛，多看看，可以看到不同的美食、不同的文化。位在中山区的晴光商圈，过去以舶来品与传统市集闻名，随着城市发展逐步转型，融合小吃美食、特色店家与生活机能，成为兼具在地文化与观光魅力的街区。近年更朝向环境友善与数位升级发展，展现老商圈转型的新样貌。它从清末、日治到民国到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它当初为什么会更老的一辈，这里比东区还红。这里不是城中，不是台北市中心，这里是城外，是郊区，是别墅，所以这里的风华跟这里的那个期限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演变历史追溯，现场同步揭幕灯节大型熊赞装置，吸引民众拍照打卡，为商圈增添话题与人潮。除了购物优惠活动，也规划多场特色导览，透过数位转型与永续理念并进，晴光商圈持续翻转升级，邀请民众深入商圈巷弄，解锁兼具知性情怀与舌尖美味的隐藏魅力。记者李慧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16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1、2、3、4、5、6、7、8。2、3、4、5、6、7、8。3、2、3、4、5、6。同样的事一直重复做，身体会产生记忆，成为习惯哦。7、8。我也快不去了。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严重，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
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